X 心理學圖像將帶你跨越學科的邊界，進入一個由4個核心理論構成的新世界。一、時間膜模型。我們將意識視為一片具有波與坑結構的時間膜。你的情緒不再是抽象的感受，而是你時間場上的共振頻率。二、重力心靈論重新定義了思想與現實的關係，解釋了思想為何會下墜，以及人類的意志如何像重力場一樣吸引和塑造外部經驗。三、第五空間架構。我們將心理學的維度擴展至第五空間，這是人類干涉自身命運、發揮意志重力的場所。四、心理黑洞首次從時間結構上解釋創傷，將其視為時間膜上的一個卡住的點，並提供具體的3波對齊法和接地技術，指導你如何解開和治癒這些心理黑洞。X 心理學不僅是一理論。從書的第3部開始，我們將深奧的理論轉化為可操作的實踐應用。你將學會運用這些高維原理，從根源上轉化你的生命模式。如果你準備好跳出傳統的思維框架，如果你渴望獲得一套可以真正用來設計、干涉和共創自己人生的工具，那麼請翻開第1頁，因為你並不是在閱讀一本關於意識的書。你正在讀懂那個正在閱讀的你自己。這是一場關於記起的旅程。歡迎進入 X 心理學的世界。